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荃威花園 J 座一個兩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77尺。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入門口見到全屋鋪咗一個木紋地板，旁邊就係一個緊廚房啦。緊廚房都用咗一個木紋做主調嘅設計，裡面都算係寬敞，同埋都做咗一啲到頂嘅吊櫃。出返嚟客飯廳再望多次啦。由呢扇窗望出去就望返自己屋苑嘅景觀。山景最遠呢係有少少嘅海景可以睇到。呢個呢係單位嘅第一個房間，主要係望返山景嘅方向。單位本身有少少佢嘅結構性嘅問題需要處理。業主就講咗呢啲就業主唔會處理嘅啦，就要買家自己去承擔。呢一個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兩邊都設有窗喎，景觀呢都係以呢個山景為主嘅。荃威花園嘅開則呢係好寬敞啦，好實用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我話需要自己去處理嘅地方啦。呢個單位嘅浴室我覺得都尚算係企理嘅。單位需要自己去執收，亦都有少少業主本身嘅問題存在。如果你哋想知道詳細嘅資料，或者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下集再見。拜拜。